學習七正四餘需要大量星案作為參考。歷史上出現了3組星案，包括唐宋時期的鄭氏40星案、元明時期的文武星案，以及清朝時期的星明說正。火木老師將在未來整理大量現代人的星案，以方便大家學習七正四餘。此外，這個視頻介紹了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川普。川普的生辰數據可以在 Asteroid Data Bank 下載。星盤中有2個特別的星格，包括月食和羅繼蘭節。月食的組合是日月在對宮，且與羅睺計都同宮。羅繼蘭節的組合是以羅睺和計都2點畫一條線，想像這條線將星盤分開。9星包括日、月、金、木、水、火、土以及月缽和子氣，集中在星盤的一半，另一半則沒有任何星。這2個組合都會對命主的性格和命運產生巨大影響。婚姻子女篇將命主星盤運行與現實中婚姻子女的結緣信息結合，整理出2個圖表。圖1結構較簡單，主要供不懂七正四餘或初學者學習。結構上主要包括堆運上的限宮、限度及家庭成員的變化。根據圖表，福德限、魏月度顯示有第1任妻子結婚，以及長子和長女出生的3個元素。圖2則是完整的七正四餘星盤數據，供資深七正研究者進行數據研究。川普的婚姻有3段，分別出現在福德限、官祿限和遷移限。子女共有5個，在福德限生了1子1女，在官祿限生了1子1女，在遷移限生了1子。這些資料歸類為婚姻2段以上或多子情況。當星盤累積到100多個時，這些數據便具研究價值，可以分析不同的批命方式，包括婚姻出現的年份、子女的緣分，以及沒有婚姻或一生只有1段婚姻等情況。事業財富篇同樣將命主星盤運行與現實中事業成敗的信息融合為一個圖表。圖表中包括限宮、限度、連結、事件和簡單敘述，並標記運行出現的3主。七正四餘的大運不是以10年為一個大限，而是每一個限宮都不相同。大家可以在網上尋找資料。老師的七正四餘從頭學中也有詳細解說。川普的事業運由老師整理了7個大限，包括相貌、福德、官祿、遷移、疾厄、夫妻和奴僕。相貌限1962至1972年，這個限讓川普進入美國頂尖學院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同時也加入家族公司並接管家族企業，發展非常順利。福德限1972至1983年，在這個限內，佢不斷進行成功的投資。首先是在紐約市曼哈頓區購地，隨後收購紐約中央火車站旁的一家舊旅館，並在80年代組建橄欖球隊。官祿限1983至1998年，這個限的初期表現良好，
然而在1990年之後，佢負債達40億美元，事業面臨重重挑戰。遷移限1998年至2006年，在這個限內，除了經商，川普還參加總統選舉及電視節目。窒厄限2006至2013年，這個限有本宮月食的星象。維基百科上關於這個限的資料不多。根據資料顯示，佢經營的一家賭場破產。通常月食或日食的影響都會較差。夫妻限2013至2024年，在這個限內，初期表現良好，但後期變差。2019年之前，川普成為美國總統，上任後推動的政策也相對順利。然而2019年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大量生命損失，醫療系統無法應對疫情。川普作為當時的總統，需承擔治理責任。2020年尋求連任失敗之後，面臨大量司法問題。勞保限2024至2029年，川普再次獲選為美國總統，並在2025年成功執行職務。另外，老師也整理了星盤的命運起伏圖。參加過老師中和高班的同學可以自行研究。如果有看不懂的運行，可以向老師尋求解答。星岸將每週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更新，歡迎有興趣的朋友觀看。川普的星岸就說到這裡，感謝大家的收睇。